呢張泛黃嘅遺囑，足以令到全香港名利場喺深夜裏面徹底失語。我謝賢名下所有房產、股權、物業全數留俾孫兒謝振軒，其餘人等分文不取。鋼筆不沾劃破紙張嘅沙亞星喺西貢豪宅裏面顯得格外刺耳。80多歲嘅四哥謝賢握筆嘅手喺度發抖，嗰副永遠摘唔落嚟嘅墨鏡後面係一雙渾濁卻決絕嘅眼。呢度哪裏係一份遺囑？呢度分明係一封遲到咗10幾年嘅認罪書，亦係一顆投向謝家平靜水面下嘅重磅炸彈。誰都冇諗到，嗰個喺聚光燈下風流咗一輩子嘅四哥，會喺風燭殘年之際，親手切斷咗親生兒子嘅繼承路，把價值幾億嘅籌碼，全部推到一個年僅17歲嘅少年面前。大家都在關注謝霆鋒同王菲嘅兜兜轉轉，卻忽略咗嗰個喺流言漩渦中心默默拔節生長的少年 Lucas 謝振軒。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呢個曾被貼上叛逆標籤嘅長孫，係點樣一步步蛻變成張柏芝最堅實嘅依靠，並悄然改變咗謝家呢個複雜家族嘅力量天平。遺囑落定嘅第3天，中環一家極度私密嘅私人會所裏面，迎來咗一場令人窒息嘅修羅場。包廂門推開嘅瞬間，謝霆鋒坐喺一側，黑色墨鏡遮住佢嗰雙讓人看不透嘅眼，指縫間夾住嘅煙草燃着一聲死寂嘅火。佢嘅對面坐着17歲嘅 Lucas， 父子倆擁有近乎腹黑嘅側臉，卻像兩顆擦肩而過、永不相撞嘅隕石。謝霆鋒緩緩抬眼，聲音冷得像冰：你爺爺老咗，糊塗咗，有些東西你拿不住，懂嗎？換作以前那個叛逆嘅 Lucas， 此刻或者會摔門而去。但嗰一刻 ，Lucas 直勾勾睇住眼前呢個被稱為父親嘅男人，嘴角勾起一抹自嘲同凌厲嘅弧度。佢緩緩推開面前杯苦咖啡，一字一頓咁回擊：我拿唔拿得住，係我嘅事。但呢個家，我守定了。守呢個字，像一枚毒針，狠狠扎進謝霆鋒嘅鎧甲。謝霆鋒瞳孔驟然收縮，握煙嘅手指節泛白。佢喺呢個少年眼中看到的不是貪婪，而係一種死士般嘅決絕。呢一夜嘅對話冇結果，但所有人心裏都清楚，謝霆鋒輸咗。佢輸俾咗嗰個曾經被佢忽視、留在身後嘅少年。時間回撥到謝賢入院嘅一個深夜，醫院頂層 VIP 病房外，走廊幽深得冇盡頭。80多歲嘅四哥蜷縮喺雪白嘅被單裏面，身邊守住嘅只有17歲嘅 Lucas。謝賢緩緩睜開眼，聲音沙啞：Lucas 啊，爺爺把呢啲錢都俾你，你爸爸佢唔會開心嘅，你怪爺爺嗎？接落嚟嘅一幕，成了四哥餘生都無法磨滅嘅靈魂暴擊。Lucas 冇去接四哥嘅手，佢只係靜靜咁從隨身背包裏面掏出一本厚厚嘅、邊緣已經磨損發毛嘅筆記本。佢當住四哥嘅面，一頁一頁翻開，嗰上面唔係咩學習筆記，而係密密麻麻嘅生存賬本。3月12日，媽媽因為留言喺洗手間哭了1個小時，我守喺門口。6月5日，弟弟發燒，媽媽凌晨3點背住佢去診所，天喺度下雨，佢冇帶傘。9月20日，學校家長會，又是媽媽一個人。Lucas 嘅手指停喺最後一頁，眼神裏面只有一種令人窒息嘅淒涼與決絕。佢盯着四哥嘅眼睛，聲音不大卻震耳欲聾：爺爺，呢啲年我冇諗過要謝家嘅錢，但呢筆賬我替媽媽記咗10年。你俾我嘅唔係家產，嗰係你欠我媽嘅賠償金。你放心，呢筆錢1分都唔會流到出面，我會用佢把嗰個家鎖死。呢個家終於有人能替媽媽守住了。守住了呢3個字，像一記重錘砸喺四哥胸口。四哥老淚縱橫，顫抖咁閉上咗眼。佢終於明白點解自己一定要繞過親生兒子謝霆鋒，因為謝霆鋒太像佢，係2隻追求自由卻從唔回頭嘅獨狼。如果把家交俾謝霆鋒，謝家最終只會消散喺冷漠嘅紅酒同煙霧裏面。只有 Lucas 呢個喺苦水裏面浸大嘅少年，才會把家當成命來守。想看透 Lucas 嘅蛻變，我哋就必須撕開嗰層名為豪門嘅皮囊，睇睇張柏芝嘅內心世界。
離婚後嘅嗰啲年，港媒嘅北風像手術刀，寫佢嘅失控，寫佢嘅癲狂。喺看客眼裏，佢係一個失去豪門庇佑嘅怨婦，但在 Lucas 眼裏，嗰係佢母親被生生撕碎嘅靈魂殘片。喺西貢嗰棟空曠嘅別墅裏面，深夜嘅燈光總是慘白。Lucas 曾無數次喺睡夢中驚醒，聽見隔壁房間傳來媽媽壓抑到極致嘅哭聲。佢看見嗰個喺熒幕上風華絕代嘅女人，攤坐在冰冷嘅地板上，周圍堆滿咗孩子嘅尿布同散亂嘅劇本，手裏緊攢住一張全家福。嗰種極度嘅不安，讓張柏芝變得偏執敏感。佢開始喺孩子面前拼命表現出堅強，可嗰種用力過猛嘅笑容，比哭還要讓人心碎。而年幼嘅 Lucas 被逼直視呢種人性的血淋淋。佢冇哭，亦冇鬧，佢學會咗喺媽媽崩潰嘅前一秒遞上一杯溫水，學會咗喺弟弟哭鬧時用單薄嘅肩膀築起一道牆。媽，唔好怕，有我在。如果說張柏芝嘅苦難係 Lucas 嘅養料，咁全香港媒體嘅長槍短炮就係碎煉佢呢塊生鐵嘅烈火。喺 Lucas 嘅世界裏，從來冇童話，只有無處不在嘅窺探。當同齡孩子仲喺操場追逐時，Lucas 已經學會點樣喺中環街頭用嗰雙過分早熟嘅眼睛去分辨哪一輛車後藏住狗仔。10歲嗰年，校門口黑壓壓嘅鏡頭湊到佢面前，撕心裂肺咁喊：Lucas， 你爸爸帶新歡去滑雪了，你媽媽喺家哭嗎？你覺得你長得像邊個？嗰一刻，小小的 Lucas 被圍喺中間，書包帶子被扯得變形。佢意識到自己唔單止係一個孩子，佢係謝家同張家恩怨情仇嘅活化石，佢嘅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供傳承消遣嘅談資。亦就係從嗰天起， Lucas 變了。佢不再對住鏡頭微笑，不再詢問父親幾時回來。佢喺內心築起咗一道高牆，牆內係支離破碎嘅母親同年幼嘅弟弟，牆外係呢個充滿惡意的修羅場。佢喺日記本裏寫落一句話：如果明星係用嚟殺人的，咁我就要變得比明星更強。幾年前嘅一場豪門家宴，地點喺銅鑼灣一處隱秘嘅私人石府，席間坐住4哥、家族長輩以及永遠處於焦點中心嘅謝霆鋒。張柏芝那天亦去了，穿咗一身素雅長裙，喺長輩面前笑得小心翼翼，甚至帶住幾分討好的卑微。走過三巡，一位仗住輩分極高嘅長輩借住醉意輕佻咁講：柏芝啊，呢啲年辛苦係辛苦，但亦唔好把孩子教得太毒。你看 Lucas 呢張臉長得再像霆鋒，呢聖旨要是除咗你，以後喺謝家可係站唔住腳嘅。畢竟謝家嘅門風仲係講究過貴氣，包廂裏嘅空氣瞬間抽乾。張柏芝嘅臉煞白，下意識睇向身側嘅謝霆鋒，希望佢能替自己擋落呢刀。可謝霆鋒只係冷冷盯着杯中嘅紅酒，仿佛一切與佢無關。就在張柏芝低下頭準備吞落呢口惡氣時，一直沉默嘅 Lucas 忽然站咗起來，砰嘅一聲，佢把手中嘅銀製餐具重重扣喺桌上。呢個年僅10來歲嘅少年，周身爆發出嘅殺氣，讓4哥都為之一戰。Lucas 聲音低沉，死死盯着嗰位長輩，一字一頓：我媽媽係咩人？謝家最清楚。謝家嘅門風，如果係靠喺飯桌上羞辱一個帶大3個孩子嘅母親來維持嘅，咁呢種貴氣，我謝振軒第一個唔要。佢轉過頭睇向一直冷眼旁觀嘅父親謝霆鋒，眼神裏沒有父子間嘅溫情，只有同等地位嘅審視與宣戰。如果你守唔住佢，我來守；如果你唔俾佢嘅尊重，我親手拿回來。嗰一刻， Lucas 走到張柏芝身後，雙手穩穩扶喺母親顫抖嘅肩膀上。呢係 Lucas 第一次喺家族內部正式硬剛。佢向全香港宣告，張柏芝身後嘅嗰片廢墟已經長出咗一尊不可撼動嘅戰神。隨住遺囑風聲傳開， Lucas 嘅身份早已不再係單親家庭嘅長子，而係手握謝家半數命脈嘅隱形掌權者。喺西貢豪宅裏，張柏芝曾經係嗰個因為一條惡評就整夜失眠嘅脆弱女人，但現在嘅佢展現出一種久違嘅恬靜與淡然。深秋嘅深夜，
張柏芝又一次因為工作壓力陷入焦慮，下意識想拿起手機。就在這時，一隻寬大溫熱嘅手穩穩按住咗佢嘅手機。17歲嘅 Lucas 逆光站在佢面前，輕聲卻堅定咁講：媽，把手機放下。呢啲爛事以後唔需要你去睇，更唔需要你去回。Lucas 開始全面接管母親嘅團隊決策，剔除掉嗰啲試圖消費母親嘅劣質通告。佢像一個親密嘅獵人，守衛住佢嘅領地。佢用呢種方式，一點點縫補母親破碎嘅心。張柏芝不再穿得像個戰神，反而顯露出少女般嘅從此感。呢種從此係用 Lucas 嘅青春同早熟換嚟嘅。當嗰份加蓋咗私人印鑑嘅遺囑最終呈現在案頭時，全香港豪門圈子都感受到一場切骨嘅寒意。外人都在傳四哥老糊塗了，可佢哋根本唔懂四哥內心的博弈。謝霆鋒係謝家嘅火，燒得猛烈卻亦燒盡咗加溫；而 Lucas 係謝家嘅冰，冷得刺骨卻能凍住嗰搖搖欲墜嘅基石。四哥把家產留俾孫子，係喺做一個最殘忍亦最深情嘅切割。佢要用呢筆錢，把謝霆鋒從父親嘅責任中徹底解脫出來。既然你追求絕對自由，那就去飛吧。而佢更要用呢筆錢，把 Lucas 永遠定喺家長嘅位置上。當律師宣布繼承順位時，謝霆鋒依然保持冷峻，但微顫嘅指尖洩露咗內心的崩塌。而 Lucas 坐在四哥右手邊，面無表情。佢睇住密密麻麻嘅資產清單，心裏想嘅唔係豪車遊艇，而係有了呢啲，媽媽再唔使為了嗰點通告費去陪笑臉；有了呢啲，弟弟們嘅學費同前途，誰亦別想指手畫腳。四哥用一生的積蓄買斷咗謝霆鋒嘅缺席，亦買斷咗張柏芝嘅委屈。佢讓 Lucas 拿着呢把金匙去鎖死嗰個隨時會散嘅家。文案至此，大幕落下。呢唔單止係一個少年奪權成功的故事，呢係一場關於人性、血緣與救贖嘅終極哲理。在香港呢片名利場，人們看慣咗反目與破產，卻從未見過咁樣嘅結局。一個被拋棄喺廢墟裏嘅孩子，最後竟成了呢片廢墟嘅主人。謝霆鋒選擇去追求佢嗰如煙花般絢爛嘅純粹自由，嗰係一種對責任嘅放逐。而張柏芝喺愛恨裏掙扎了一輩子，護住咗孩子最後嘅體面。最終，命運把所有的獎賞同懲罰都打包塞進咗呢個17歲少年嘅懷裏。人生如戲，所有的風流最後都要還債。四哥用餘生嘅孤寂還債，謝霆鋒用缺失嘅父愛還債，而 Lucas 佢用自己天真嘅喪失還咗謝家所有人欠落嘅債。即使喺最深沉嘅修羅場裏，只要有一個靈魂選擇不逃避，用血肉之軀去抵擋宿命嘅洪流，嗰片廢墟之上終究能開出名為尊嚴嘅花。當我哋再次喺報紙上睇到嗰個冷峻、沉默，卻始終緊緊護住母親臂膀嘅 Lucas 時，請記住，嗰唔係一個富三代嘅傲慢，嗰係一個男人喺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選擇守住嗰點微弱火光的最後孤勇。謝家嘅天確實變了，但嗰個家終於有人能回家了。各位觀眾，睇完 Lucas 嘅成長同謝家嘅恩怨，你哋覺得四哥呢份遺囑係偏心定係英明？ Lucas 又算唔算係香港豪門裏面最醒目、最有擔當嘅後浪？歡迎喺留言區留下你哋嘅看法，記得點讚、分享，仲有訂閱我哋嘅頻道。下期繼續同大家爆料更多名利場背後嘅真相。